後來閣來是有關這個新北市長的人選，那北要安怎來整合，將做一個大難題。根據着周刊的報道，講整合有3大深水區。第一，這個民調要安怎做？第二，競選團隊要安怎合？第三，未來民眾黨的人才是不是有機會入去地方的小內閣等等？國民黨的黨中央回應講，這是過度政治的解讀，即擺講遐攏要傷早。另外有風聲講輔選這個部分，新北市的藍軍無願意甲民眾黨的黨主席黃國昌來合作。黃國昌的競選辦公室講，會秉持着初發心，推出上好的施政的藍圖。前新北市府副發言人陳碧涵領表登記要選議員，成為侯家軍佮找副市長劉和蓮出面相挺。我把服務市民不變的初衷這個棒子順利的交給我們的博漢。除了做工侯家軍的布局，副市長劉和蓮決定讓位予李四川這一位高人。不過南北下選嘛踏入深水區，後陣南北會提出共同政見發布會，不過就看野了，這只是過場。真正的討論決定人選的民調變怎做，競選團隊如何整合，和未來當選了後被贏人才敢有機會轉換地方小內閣。是過度的政治解讀啦，這我們現任首長的藍白整合的過程還沒有走完嘛，但我想溝通的過程是非常順利，也會非常有默契。那後面輔選應該不會有任何的問題。合作模式當然還需要再討論。其實藍白合現在不是理念的問題，而是技術問題。馬團村若真正要做輔選的聯軍，新北部分地方人士講無愛參黃國昌合作。我們也希望藍白盡快整合。新北市長的選戰呢，現階段最重要的是如何團結各方的力量，推出最強的市長候選人，組成最強的團隊。2026選前，南北黨內遴選協調，如何真正整合，可見南北地會。Hello， 我是雷亞，想要搶先掌握最及時的新聞資訊嗎？趕快訂閱、按讚、開啟小鈴鐺，鎖定華視新聞 YouTube 頻道。